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9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后面9位新竹对大梅仔的落大雨，真侪地下道人家厝拢淹水，这香山高中也因为安尼先停课一天。拜六礼拜被考这国中的教育会考所强迫配寄到台南市政府，目前警方锁定中国省长学生，也会加强安全维护。中国国台办宣布开放中国业者专做台湾人去到中国旅游的业务，不过观光局强调，目前台湾也未开放，而且开放是爱对等的。新竹对大梅仔着落大雨，提气象局也针对着新竹苗栗发布大雷雨特报。新竹有真侪所在拢传出这淹水灾情，亲像有这轿车、乌多摆拢浸入水里。林家厝一楼是淹水，也那香山高中也是惊讲这地下道淹水会造成危险，宣布停课一天。也讲到这个原背街的所在呢，地下道淹水，有轿车硬要驶落，险险啊雨水淹去。咱来讲到这新竹棒球场呢，也是同款有灾情，室内打击区也个办公室拢淹水。不过这新竹市政府表示讲，会指示厂商赶紧来处理这积水的问题。歪掉的吗？雨水大甲铁门都冲歪去，主体一人为客厅淹到房间甲床房，家具拢浸入水内。若是落大雨，一定淹水，带伫新竹的民众真无奈，烦恼后一届大水雨。一下就通通淹进来。大概多快的时间？很快耶，反正就是没有睡觉，就一直在清。对。民众趁雨较细，赶紧抢救浸水的机车，通门沟啊拢塞入去，规台车真垃圾。有住户厝内家己准备抽水机，不过水根本抽袂煞。新竹19透早落大水雨，气象局针对新竹苗栗发布大雷雨特报，雨来得紧搁急，超过新竹市排水系统的负担，真侪所在灾情不断。香山高中宣布停课一天，也有一寡地下道拢淹水。爱抽水啊，叫迄大台车来抽啊！哦，紧来抽就对啦。叫来抽啊，讲来抽啊，无来抽嘛，唔知。新竹市长高虹安透早到灾区时道，已经下令封锁淹水的地下道，出动各种抽水设备来排水。不过传出原背街的地下道警示系统故障，栅栏无放落来，有轿车开入去淹水的地下道，险啊规台淹去。市政府买吊的监视器查责任事项。栅栏没有下来，我来的时候是栅栏是没有放下来。哦，就是它是打开的。对啊，只有这边有放下来。这里都没有，现在也看不到下面状况。栅栏机是否为不作动而导致民众的误闯，还是民众执意驾车闯越？我们公务处后续会调阅栅栏机保全厂商的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责任归属。市政府查证了后，确认栅栏有放落来是驾驶唔管号志警告，违规驶去对向车道，驶入去地下道，再掉伫内底。当地征收的新竹棒球场嘛，难道淹水灾情？室内打击区变做水池啊，爱撩水才会当过。办公室的涂骹还有积水，两边嘛规个拢交水痕真明显。连球员休困区嘛同款，市议员会勘要求市政府爱好好处理。那公务处目前也已经要求厂商改善棒球场室内淹水的情况，并且将无法自然排水的地方进行积水抽除作业。若是东门城广场同款大淹水，市政府是改说东门城广场改造了后，除了做景观广场，大雨来时阵，阁会当做蹲水池，调节排水，避免附近的店面淹水。目前当地抽水，后续会完成并扫清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竹的大雨也造成严重灾情，亲像新竹的新丰伫24点钟内累积超过350毫米的这雨水量。气象局表示讲，这阵方面下晡会刷向南，中南部地区就要注意讲会向上大雨。后礼拜一呢，会有另外一阵方面会影响台湾。上一次是3年前。3年前。也是这个月。为昨暝开始，台湾北部一阵大水雨，雨是落了真凶。也若雨水上高的新竹，有民众是规暝拢唔敢困。我无一直看我都袂敢。因为惊民众甲车驶入去淹水的所在会掉车，真侪有积水的所在拢已经有封锁线。
透过雨量观测站的资料嘛，发现讲，这波方面累积的雨量，上届这3名拢伫咧新德县新方向，24点钟内累积的雨量超过350毫米。加在气象局讲，这波方面为会开始就会慢慢减弱。北部地区的降雨的话，有机会稍微趋缓一些，但是要留意在中南部，刚刚有提到西南风带来一些水汽的现象，所以在中午过后的话，可能在接近山区还是比较容易会出现短暂雷阵雨的情形。气象局表示，会开始雨水会豆豆减少。不过，真紧后一波的方面，难免随到会到位。下一波降雨高峰预计会发生在礼拜1的晚上到礼拜2的清晨这一段时间。第2道锋面逐渐的通过台湾上空，将会为台湾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气象局表示，为昨昏暗时到今仔日的日时，雨水主要是落在中部以北。虽然中南部嘛有局部的阵雨，不过雨水的量也是无够，对南部靠岸甲水库的水情帮助是无大。记者李朴凯台北采访报道。方面来到为这雨水真大，地标立德南公基地有一块田出现一个大骨仔，大概有30公尺宽，2盏老血针。目前公所先封起来，将有可能是涂骹底的这排水泵空出问题，该找时间修理。另外，伫后人的仁德医院也因为落雨，这教室和校园拢淹水。来讲到南投呢，这玻璃消防局头前因为雨伤过大，规个淹起来了。龙田乡塌一个大坑，挖要30公尺宽，2盏漏深。方面所带来强降雨，和4颗连灯的土连黄啊，还佫一直伫崩塌，农民愈看愈烦恼。就一个晚上就增加1倍了。昨天晚上下午，我前天来跟今天它的面积增加1倍大。可能是暗坑遐可能有破坑啊，是安怎啦？咱是咱吹想，因为咱这水无可能讲无大无市，遐水拢无去啦。地主表示，顶礼拜就发现有崩塌的情形，不过经过10倍的强降雨，土的含水量增加，崩塌的情况更加严重，范围嘛扩大超过1倍。公所人员到现场了解，初步研判是农地下骹真侪年前所带的排水暗坑年久失修所引起的，水沟啊变到下骹嘛冲失去，这几天啊持续落雨，崩塌可能会更扩大。据民众说法的话，涵管埋设深度大概有20多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只是表象而已。那后续会不会有？就是底下已经有掏空，只是它还没有坍陷，我们不确定。公所表示，除了先甲便道封起来，也会伫落雨卡完好了后再来修理。苗栗后人的仁德医院校园严重积水，楼梯间刷出现水墙，教室嘛淹甲变水池，学校赶紧出动抽水莫大，过道了后水才慢慢消退。瞬间雨量太大，外面的排水系统出不去，我们学校里面的排水没有办法排到外面，所以就累积在这边。早起的大雨也甲南投埔里消防队前的车路淹甲变一条河，未少水沟挂线，互大水冲开，也造成一个消防队员去路受伤。气象局提醒，方面已经渐渐往南线，这几天也是会出现大雨机会，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中的教育会考伫拜6礼拜要举行，全国超过19万名的考生参加，今日开放去看考场。不过，这综合批却是寄到台南市政府，讲要伫咧19攻击某一个国中会考的考场。市政府收到综合批了后，随报警察。警方也认为讲这是中国省长的学生伫遐变鬼变怪，目前有关会加强考场的安全维护。虽然高雄是无收到，不过会针对高雄21个考场彻底检查。远近到校门口顺路上签到，今年国中教育会考伫20甲21举行，全国超过19万的考生。台南市政府率伫10收到恐吓批，放调要伫19这天入去国中会考的考场随机攻击。警方发现批中会考日期写唔对，这个做法甲最近的案件正同，研判嘛是检警锁定的中国籍县长的学生囡仔所寄要创敌人的讯息所留内容及电子信箱研判。与近期全国各地陆续接获恐吓案件手法相同，研判应属恶作剧案件。市警局那为了强化这个各国中的会考安全，在明后2天，我们全市18个考场都会加派警力来巡逻。我觉得听就好了啦，对，反正会有相关的部门去处理嘛。台南市政府表示，全台南考场无收到其他可能有危险的情报资料，请考生放心。高雄虽然无收到要对考场的恐吓威胁，还是提高警觉。明后天的考试，每一个考场都有2位驻警，所以我们
随时的应变，可以透过跟驻警的联络，不要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啊，对啊，也没办法那个啊，对不对？就平常心啊。高雄考区市委会表示，拜五下晡3点至5点开放考生看考场前，全市21个考场出入路线、试场等区域，拢会详细检视。开放时间结束，原来会再一次巡检，因应突发状况，各考场拢会有2个员警伫遐，若是有状况会随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这两岸的观光旅游已经停真久了。早起，中国国台办宣布要恢复旅行社做台湾人去中国观光业务。不过，咱的观光局表示，禁止旅游业者带团去到中国禁令到当时也未解除的，而且中国也未开放因的游客来台湾，要安怎对等的开放，佫真侪代志需要参详。怀看原名青沙台北京1号园，也是位伫紫禁城内底故宫博物馆甲万里长城。过去一直是民众带团到中国旅游的精选行程。不过，伫疫情影响的全面话停，国台办伫19宣布，即日起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人到大陆团队的旅游业务。本路部也宣布，即日起恢复台湾团客，也有机票甲酒店的行程。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乐观其成的哈。但是如何恢复，那么基本上呢，还是要对等，要双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啊。观光局讲，两岸旅游恢复常态市场是相互共识。即阵禁止旅行业者接待加组团到对岸的禁团令也未解除，中国也未开放陆客来台湾。安怎同步加对等的恢复，也有相关的管理甲安排，牵涉到真侪事务性协商，会赶紧来启动观光小两会。期待的是先把我们的组团禁令给解除，在做大陆的这一块的业者也是非常的多的。那也期待一样大陆可以开放，不管是他们的游客到台湾自由行也好，或者是团体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对等同时开放。随上台湾边境解除禁令将近半年，民众说带团到各国旅游，严过中国团却是无度解除禁令。旅游业认为，那些开放两岸观光，对观光业都是好消息。旅行社在2019年以前做台湾旅客到大陆的旅行团，大概有90%旅行社都有发团到大陆。所以说呢，这个部分来讲，对我们不管是出境市场的产值，或者是入境旅客的产值来讲，那也都是一个好消息。陆委会发声明回应，对对华解除这项禁令表示欢迎。不过也主张，大陆方面应该同时开放大陆民众来台湾旅游限制，才法度慢慢达到疫情进程正常交流原样。记者综合报道。IMB 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利用假借款来甲民众诈骗，骗超过25亿，上报有4000人去互骗去。一寡被害人组成自救会，今仔去到台北地检署提告，指控负责人张国伟和代言人姓德路等30个人涉嫌诈欺背信、违反银行法等罪名。另外，民进党立委陈后碧也牵涉这桩诈骗案，伊今日有出面回实咧，也强调讲，若做有勾结诈骗者，伊愿意退选。IMB 诈骗，还我钱！有被报调抗议，被害人要求还钱。IMB 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公司表示借款会当合法赚真侪钱，请民众来投资。再分别出其实是假借款真诈骗，骗到的钱是有25亿才多。负责人张国伟表示枪炮的通缉犯，目前已经互抓去收押禁见。这侪投资者都互骗甲剩无半仙，有超过4000个人受害，造成自救会19甲8检，市令要告张国伟以下卡业务和代言人成德路等30个人。我们所有的受害人都是看盛竹如的代言而来的，请问他没有责任吗？这一个诈骗案，它其实外表包装的是一个合法的外衣，我们投资人并不知道，而且重点是这一个被害集团，他有在金融博览会里面做展览，蔡英文总统也去拜访过啊，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不合法？自救会是提出一沓真高的诉讼，对话证据和金流，讲被害人甲投资款拢汇去银行，敢讲金管会唔免负责。而且 IMB 捌参加台北金融破单会，蔡总统嘛有去拜访，化为政府爱重视这个案。另外，民进党立委陈后碧洪卷入这个案，标出诈骗集团罗东的大楼是伊的竞选后援会，陈后碧嘛随出来回实咧。我个人世人不明，交友不慎。
我在这里向所有社会大众深深一鞠躬，表示歉意。如果我有参与诈骗集团的挂钩，或参与诈骗的行为，我退选。我想陈欧博委员本身是最清楚的，他自己应该也要有所进退。民进党不是最强调青年从政吗？他本身有吗？但老表示否认和诈骗集团有关系，讲后援会的厝当在租，相关的金流拢会当查证。顶个月车嘛行转去，伊受张国伟赞助的嘛会拢总管出来。不过国民党议员要求检调，应该扩大侦办。民进党宜兰县议会的党团发声明，要求党中央较紧对这个事件调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北市某一间幼稚园传出老师甲囡仔饲爱困药的情形，警方已经甲这个老师依照伤害、妨害幼童发育罪等罪嫌呢，甲移送法办咯。新北市教育局指出讲，若准老师确实有做上当，会当罚到60班，而且会通报系统，或者老师规世人拢袂当做教保员。不过，儿童福利联盟认为，这幼稚园不当管教是整体结构性的问题，就爱治本，唔通治标。新北市邦桥区有一间幼稚园传出无适当的管教，一个老师为着让囡仔乖乖啊听话，是疑似饲因食爱困药啊。囡仔回去甲家长讲案件才互知影，至少有3个囡仔受害。本局已经要求该园将这个老师停职调查。那如果查证确有不当对待幼生的行为呢，最终会裁罚行为人60万，并通报到全国的不适任人员的一个系统，将这个老师呢终身列管，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那有查扣到相关监视器等物证。而且也通知被告到案说明。那检察官在讯问之后，被告2万元新台币交保。那本案后续检察官会积极搜证，厘清相关案情。目前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警方甲涉案的查某老师遭伤害罪、凌辱妨害囡仔发育罪，移送新北地检署。检方暗时核实了后，予伊2万交保。专案嘛是阁有足侪疑点爱厘清。立法联盟认为讲，幼稚园不当管教是整体结构性的问题，应该对源头去解决才对。发现有一定比例的业者，比如说可能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譬如说我们这些教保人员或幼教老师，他们的工时非常的长，加班也没有加班费，甚至有超收的情况，工作也没有被好好对待的时候，那谁会是出气筒呢？当然，孩子就可能会成为他发泄的对象啊。李鸿文嘛进一步讲，照即卖的法规，2岁到3岁幼班的师生比是1:8，希望会当降到1:6，减少老师做这个工课的压力，囡仔嘛会当受到较好的照顾。地方政府嘛要加起稽查，针对表现歹的园所，要做好入园的辅导机制，效果才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小琉球的三福破沉船，真侪游客爱冲水落去看，撞到2个游客冲水落去了后，就无搁再起来。海巡消防暗时去到遐找，也是找无，一直到今早起7点外，右边干搜救队找到，这2个人拢不幸归案啊。其中一个因过是这排球国家队随行的物理治疗师，也是体育改革联会共同发起人卢桂凤。一透早，海巡人员就坐船出发，准备接回17年度的唱水客遗体。屏东小琉球18暗时，不但连台湾青旅排球国家队随队物理治疗师，也是体育改革联会共同发起人卢桂凤，甲朋友到三福渔港附近自由唱水了失踪。海巡甲消防暗时无找到人，原定加工早时8点半搁再出发，也过19早起7点45分，较早出发的民间搜救团先传来遗憾的消息，发现2个人遗体。大部分会在那边浮球绑在那边，人失踪的话，应该也是在那边，因为水流不大，对，没有被水流带走。教练推测是一个人无难了后，另外一个人想要去救伊，才相来离难。遗体被发现伫唱水点三福破沉船的附近，而且会使真近看到青蓝色大海沙底内底沉船，近年来深受自由唱水客喜爱。虽然是相对安全的唱水点，因为可能因为海底状况暗中危机。三福破沉船虽然是一个很安全的潜点，但是我们有时候海况还是会随时变化。10外人讲政府不要你通知你以家的前，以家也有备氧系统啦，还是那个空手下去啊，人家船一开过来，他可能不会啊，航道啦。
所有唱水因为是轻便的装备，一双鞋啊、喘气管，抑个物件就是唱水，真最新兴的水中休闲运动。小琉球正是热门的唱水点，不过由周边海峡有渔船的航道，加上部分水底暗流，就算有唱水的执照，若无实在海峡，有可能无难。当地唱水教练甲台湾自由唱水协会提醒，一定要找当地教练，也是找唱水向导，有伴斗阵去，遵守一卡一路原则，唔通当时唱水落去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 G7 领袖峰会今开始伫日本的广岛举办3天，风声讲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会出席。这届峰会会放伫安全甲经济议题，各国除了讨论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对策以外呢，也会讨论到强化印太战略合作，内容包括北韩含台海局势。另外，也有外国媒体指出讲，峰会最后将有可能会出一份声明，就是安怎对抗中国经济压迫，列出具体的关注清单。现场维安真严格，真侪警察就伫会场周围。日本广岛19开始举办为期3天的 G7 领袖峰会，这摆大会首要焦点是谷歌侵略乌克兰议题。皮皮社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有下礼拜到广岛会亲身出席峰会。Again, clearly state that Russia's rhetoric is unacceptable and irresponsible, especially Russia's nuclear rhetoric. 泽伦斯基最近真正访问欧洲国家，争取更加多武器的援助。因为俄罗斯最摆暗示要动用核武，这摆峰会选伫离前原子弹爆发的地点广岛，具有特殊代表意义。G7 国家会加速参详安全合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会面，有加深化两国联合军演合作架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是强调，欧盟的真注意人权的问题，中国应该承担更加多国际责任，同时也关切台海局势。On Taiwan, we maintain our one China policy, no unilateral change of the status quo. 英国首相苏纳克是讲，英国对台立场不变，无支持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We share with Japan a belief in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That's very important, and we're increasing our engagement in the region to work with allies like Australia, like Japan. 除了 G7 国家，南韩总统尹锡悦、印度总理莫迪这最高领导人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北韩问题甲中国威胁议题拢会热烈讨论。早前 G7 领袖参访和平纪念公园，向协助爆炸纪念碑来献花，并且进行敬酒的仪式。另外有近100位民众示威，摕着反战标语，大画铁图自立美军基地。公视新闻杨间编译。就甲 G7 峰会开幕同一天，由中国主办的中国中亚国家峰会也伫咧西安举行。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甲中亚五国打造命运共同体，强化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而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就学者认为讲，中国除了想要甲 G7 的民主阵营拼一个关系以外，上主要的就是烦恼讲，这台海若准出现状况，无多求换中亚五国的时阵，电脑会互两边夹伫中，到时阵是双头不正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含中亚五国的领导人一个握手，各摆一摆做伙翕相。中国主办的中国中亚峰会全体会议19伫西安举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主持，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的领导人做伙参加。我们要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我们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前一天18暗时欢迎参会，是故意彰显大东盛世。加上峰会地点是选伫北市西路起点的西安，表示中国想要利用含中亚五国的姻缘有关系。19嘛是 G7 广岛峰会的开幕，学者分析，中国是故意甲俄罗战争内面无选徛对一边的中亚五国合起来，除了是要含 G7 民主阵营来扯拼，上主要嘛是考虑到自身政治安全和西边的边境安全。他必须要安定这个后院，就是东亚五国，等于是它西部的这一块，那么稳定的话，万一东方有发生这个什么军事冲突的时候，
他才不需要面临两面的一个挨打。中华五国一直互认为讲是罗西亚的后庭，但是伫俄罗战争了后，为着求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已经挖对中国去，嘛无和罗西亚避免。另外，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等等4国的总统，佮和习近平发表联合声明，讲台湾是中国领土袂当分割的一部分。外交部是表达强烈抗议和上严格谴责。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表示，因的目标就是要把领土收到回来，也要解放克里米亚半岛。罗西亚昨伫咧联合国安理会指控西方国家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造成这战事冲突搁再升级。乌克兰国土防卫队士兵伫扎波罗热地区的南部前线接受突击训练，为着要反攻做准备。因为俄国反攻，若进入俄军占领区，一定要突破加强防卫防线甲战壕，甚至进入俄军布设的地雷区。俄军只能伫压缩时间内完成训练。The entry into the trench was great, and most importantly, you remembered to warn about shrapnel. We're trying to squeeze a 2-month training program into 2 weeks, so we have many groups of men rotating through. We know that they've heavily mined their defensive lines and that they're waiting for our counter-offensive. This is what we're most afraid of, because mines cause 90% of deaths in reconnaissance units like ours. 为迎接大规模的反攻，俄军最近这几个月招募4万名新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8日表示，除了打败俄罗斯收复失土，还佫解放2014年就对俄国吞掉的克里米亚半岛。Готуємось до реінтеграції Криму. Це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Зокрема, я підписав сьогодні указ щодо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ої ради з питань деокупації і реінтеграції нашого Криму та міста Севастополь. 联合国安理会18日开会，讨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议题。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指控西方军援乌克兰地势冲突升级。Западные страны упорно твердят, что не являются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конфликта, а лишь помогают Украине защитить себя. Однако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все это ровно наоборот. Запад ведет с Россией прокси-войну на Украине. 老班基也阁批评北约国家决心升级冲突，显示对和平解决无兴趣。另外，俄国总统普廷上坚实的盟友，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8日表示，有关乌克兰准备大反攻的报道拢是假。卢卡申科同时呼吁乌克兰在无设任何条件情形之下，恢复甲俄罗斯的对话。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美国的防疫遣返令失去效力了后，在边境偷渡移民数量有减少，颠倒是境内出现规大阵要找找庇护的申请者。不过，这德州对10月开始照英国惯例，甲一寡偷渡者再去 Chicago、Denver、纽约一寡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在纽约市当然无所在安置一寡移民，就打算讲要甲这公立的学校、因的体育馆来当作临时的庇护所。这个政策却引起当地民众不满。纽约波罗克林区一间公立学校家长，知影讲市府要甲体育馆锁来安置大批无证照移民了后，遭到集合伫学校门口夜排来抗议。市长亚当斯伫电台访谈中也讲真歹处理，伊讲敢若顶礼拜就接受4200人，总计全市有65000名非法入境者入来。市内原本的庇护所根本就无法负担，就算定用像是曼哈顿商业区，用容纳900人，无伫用的卢斯福大饭店也是拢无够。之后来就用市区20间学校体育馆。亚当斯也甲箭头指向共党的拜登政府，讲伫个移民危机处理的问题上，联邦互因真失望，并且也要求应该爱拨更加侪经费来协助纽约。防疫遣返令到期了后，跨越边界无证照移民数量对上最每天1万人降到5000人以下。不过已经伫境内的大批庇护申请者，因的安置甲处理却是真大量，又搁繁杂的工作。地州州长艾普特则被宣布，相关会甲偷渡入境者用巴士送到芝加哥、丹佛、纽约这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头一批已经伫迄天送到丹佛市中心的市政中心公园。以全美第3大城市芝加哥为例，民主党籍新任市长强森15日上任，随着要处理这个头壳疼的问题。市区的警察局走廊拢看到规家带大带小拖行李、困涂骹的庇护申请人。
月初，前任市长就以人道危机为理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希望得到联邦更加多协助。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总统蔡英文今日接见前英国首相特拉斯，希望继续强化和英国关系。特拉斯也表达支持台海和平，提倡经济北约的概念，做回来对抗中国威胁。另外，讲到这5月20是总统就任满7年的日子，在野党也进行施政总体检。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访问台湾，19总统蔡英文接见。特拉斯学到台湾是世界经济引进，台湾面临中国威胁，英国非常清楚爱维持台海和平，民主世界也爱支持台湾，也提出经济北约的概念来对抗威权。I want to see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nomic NATO, where countries that are like-minded and support freedom and democracy work together economically to challenge coercion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对英国让台海议题从区域提升为全球议题，我要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蔡英文也希望强化甲英国经贸关系，进一步签署经济协定。蔡总统要变外交，5日空就要就任满7年，在野党开记者会施政总体检。林焕仪民众党认为，蔡政府7年设30外个国家队，组织是伤过济，成效无好，拢是口号治国，应该回归专业。不断的成立国家队，叠床架屋，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蔡政府失灵的一个问题。这仿佛都是说的问题，都是人民的问题，都是青年朋友的问题，政府没有责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荒谬。国民党基金会民调是显示，蔡政府伫解决贫富差距甲基础正义表现满意度较低，经济问题严重。不过，民进党是表示，经济民调满意度超过50%，蔡政府继续展现对进步价值的坚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4年总统大选，目前有3位参选人已经出来了。经过这初选纷争，要安怎整合拿赢，变作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大胜爱做问题。侯友宜早起有表示，伊讲有敲电话互听过台面的县市首长，希望大家着爱合作共心。另外，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宣布要接郭文哲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总干事。若讲到这副总统赖清德呢，早起是会同经济部长王美花做伙去视察保质水库。抢日控制副总统这个大位，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来参选，为着甲党内初选的必顺补起来，传出侯友宜要敲电话互挺过牌的县市长，求党内团结。我们大家要一起团结，来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这块土地。我要跟大家心连心，一起共同打拼。那一天晚上的致意，就是大家团结一致向前走的时刻。纽约时报评论定调侯友宜是国民党要行中间路线，加上侯友宜第2项的议题就敢若一张白纸。对这侯友宜是回应讲，守护中华民国和台湾更较好，拍拼和平永续。民进党党主席郭文哲的战队形势规个出来，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宣布接竞选总干事，敢会去做副手？不止我们已经讲了，我们也会向天下征才，因为毕竟这场大选是攸关台湾未来很重要的关键期，先把总干事做好，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副总统赖清德早起是伫经济部长王美花陪同之下，视察保质水库，了解上新的水情含水利建设的进度。面对未来气候的变迁，中央政府一定竭尽所能的去开发水资源，然后去进行这个调度备援。还有这个各项的这种策略，来达到稳定供水这样的目标。那视察的行程，走访基站，赖清德嘛开始空战，要来抢少年选票。那伫 YouTube 少年社推出个人影片，10日暗时伫官方的 IG 顶悬，嘛庆祝超过10万的民众甲追踪，特别翕影片感谢大家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21世纪步一唱期有进度咯，双方伫台湾时间今透早公布，第一阶段大概有81条协议内容，上近后个月就会当签约。这是台北断交了后，双方头一份正式协定，未来对货运这扩出口业者拢真有帮助。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有新的突破，双方伫今日透早同步公布，头一批协定拢总81条条文，协定结果相当的完整。代表我们跟美国的经贸的交流呢，更进一步的深化。那这个也确实会让中小企业在台美之间的合作呢，会进一步的加强。那我们非常高兴台美之间可以这么快速的就完成前5个议题的这个谈判。根据了解，这个签署的议题包含贸易、卡利边、良好的法制作业、中小企业反贪腐也甲服务业的国内规章。这是台美为1979年以来签署结果上届完整的贸易协定，代表台湾的经济制度符合着国际原标准的重要里程。同时，佫利用曼哈顿关的方式完成台美的 FTA。台美倡议得到好处的对象，亲像货运、快递、出口甲中小企业，拢有真大的帮助。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透过声明表示，协议强化台美关系，证明双方会当为人民推动贸易优先事项，期待继续来谈判，确定一项强国有力而且原标准的贸易协定。美国正在推动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台湾还没有被正式的列入在里面。那如果说台美先签了这个贸易倡议协定的话，基本上可以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代替了那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对于台湾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去建立一些正式的一些经贸关系这个都有这个间接促进的效果。通关的便捷可以避免特别是那种有保存期限比较短的这些产品那不要在港口呢因为这种这个通关的旷日费时而造成这种它的这种保存期限过期的这种情况。对于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的内容，总统蔡英文表示，对于深化台美经贸关系表达肯定甲期待，也希望透过后续的谈判，为台湾经济甲产业会当争取更加侪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确保安全，这高雄捷运逐年拢会举办4场大型的联合演练。第二季在南无期就伫今下晡进行。这届是无期台中捷运有这吊轨落落来弄着轨道，或者是捷运的应变。希望若准碰到问题时阵，会当甲灾害降到上低。捷运铁轨路四界拢是烟，保全人员看到赶紧指挥疏散。前方轨道有状况，请大家不要靠近。高雄捷运联合市府交通经小姐做局处19下晡伫南公山站东园将军百人厝办理今年第二季导弹灾难模仿演练。主题是1月初中职事故为例，分别模仿联军工程、卡掉怪秋秋骨降伫铁轨路甲降到列车时相关事故救援甲排毒。我们必须知道，当你发生这种塔吊的时候，搞不好地震发生怎么办？所以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加严的这个互相演练，务必使得我们所有的同事都能够很谨记 SOP， 唯有 SOP 到位，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可能会面临你所不可预测的情境。当吊车手骨落地的铁轨路也是列车顶面，高级人员必须随启动紧急停车开关，通报现况中心。若列车头前有危险，要甲后壁的导行推开开，疏散乘客，并且巡视列车周边的状况。先生，请稍等一下，我们救护人员即将抵达。一组进行车厢搜索，一组进行轨道区域搜索。记者报案，消防搜救人员赶到月台指挥中心，确认现场已经断电了后，分做2边伫车内甲车卡来搜查，发现落地的铁轨路乘客，赶紧甲伊救起来。除了定期做各类模仿演练，互相关人员会用真紧来应变，高阶依照大众捷运法法规，执行捷运甲轻便铁路沿线时间案件检视，捷运总计49件被列入定期巡查中，希望经由演练随时检讨，也有加强既有停驶来达到安全运输。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雾峰有沙石仔场，因为噪音半年内面互民众检举35届，落尾想讲用4个货柜搭起来要架这噪音，加做一个隔音墙，想袂到这噪音的问题无法解决，怪烦恼讲这货柜敢会放落来。台中市政府表示讲，一切拢有伫咧对状处理，也甲这沙石仔场罚3届咯。4个货柜一个贴一个起，大约10公尺，3层楼悬。
这片真悬的火柜壁，出现伫台中雾峰长平路这个透天厝边啊，看起来真奇怪。民众真无奈讲，隔壁就是沙石厂，今年透天噪音真讨厌，互投诉，结果厂方规矩用火柜来做隔音壁，噪音若无解决，真爱烦恼讲好好一个单，火柜若倒来会去讲着人。阮孙啊，弟弟啊，讲真的好了，他坐在客厅，他看卡通，听不到声音。伊讲我真的受不了，对啊，我嘛了烦恼了，咱讲实在，毋过遮来落来到我遮尔。喙少的声音、和风叫，拢互民众录影来尊敬。去年10月到即阵，已经向台中市环保局检举35摆，开发厂方3摆，总计是54000块。10到即天，厂内并无运作，路检处来到现场勘查，认定火柜无稳定，该拔掉咧，也是加速固定，违反执案法第6条，会要求限期来改善。若无会使该罚3万到30万块的罚款。厂区放了这个相关的货物，或是像这种货柜它必须稳定捆绑或是加锁固定。那这一块我们会通知那个厂方这边来做固定。他如果没办法改善，那我们会要求他把它拆掉。自去年12月起，多次查获该厂超过噪音管制标准，以违反噪音管制法规定告发处分3次，计处新台币54000元罚款。市府强调，后续继续来追踪噪音改善的情形，并且要求业者加装防治噪音的设备。另外，沙石厂已经有2个查埔违建列管排要拆除，贴加这4个火柜无开门窗，而且无人住，无符合法规定义的违章建筑，后续安排结果安全鉴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大新闻研究团队调查，有83%民众表示，最近1年来捌受到假消息，比去年调查结果更较悬。那民众认为是甚么人伫咧散布假消息的？有超过一半民众认为是媒体工作者、政治人物和境外势力。资讯量大，民众敢会当判断真假哩？台大新研所加政治系教授透过电话甲网络混合调查2000多个民众，结果发现有83%表示，一年来有接过假消息，比去年较悬。认为主要传播假消息的是媒体工作者、政治人物、境外势力。那怀疑是假消息的时阵，民众是毋是会家己去查证哩？调查显示，无查核的比例已经减少啊。完全没有查核经验的人，基本上从2022年的大概是19%，然后降低到今年只剩下6.8%，有93% 的群众呢，基本上都有过其中任何一种的查核经验。民众查核假消息的方式超过70%，加亲友讨论，将近70%听专业人士判断，6%是查资料。民众认为媒体加政府有责任打击假消息。9%支持透过立法要求社群媒体建立自律机制，不过万一管制煞损害言论自由嘞。即使损害言论自由，政府也应该要限制假消息的传播。60%以上的民众还是支持的，那也有高达68%的民众也支持说，就算可能会损害言论自由，平台也应该要做一些事情。防治假消息，民众认为上好的方法就是政府加强立法管制，过来就是提高媒体报道的正确。若是事实的查核，是毋是有效改正民众错误的消息呢？团队发现，生活健康类的消息查核的效果上好，不过若是政治事件的查核效果看得出来，若是坚定的党派立场的相信的一致性，毋信的永远袂信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学生会进行举办言论自由月活动，透过挂布条的方式表达言论自由。不过，在其中却出现考试关注民考试会当加分的字句，引起争议。在台大内面的关注民学生运用行动艺术表达不满，今仔日也出来抗议。台大学生会也已经出面回释了。原民歧视要面对。台大原住民学生站出来抗议学生会举办的言论自由日系列活动中，让学生用挂布条来表达看法。其中却是出现一个黑模4.05中的布条，意思敢若讲大学升学考试内底，互有原住民身份，如果通过族语测验的考生，会使以总分乘1.35，因此以黑模3中的3乘以1.35等于4.05，表达对这政策不满，引发校方的讨论。我们一定是希望要道歉，因为今天言论自由不是践踏在别人的尊严上，已经伤害到人，践踏在别人的创伤上面的话，这还谈得上言论自由吗？
由挂布条新新林伫说明顶面写下原住民特权是政府对本地人的保证，互原民的学生感觉真不满，认为做着变款的技师。除了徛出来抗议，有原民的学生是以行为艺术，用烦恼火的火去吸着皮肤的这痛痛来表达不同的意见，对着这人的伤害。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就是摩擦，或者是拿火柴的火去点皮肤的那种痛。他说，言论它其实就是一种行为，那行为它就会势必会造成冲突跟伤害。对此，台大学生会转型正义小组发出系列的声明，强调这事件凸显优势族群，无感觉到家己自身有特权，也强调来步步拢讲清楚，就该肯定出来，对着造成的伤害是真有责任。不过也希望讲将来伫学校内底，伊会使自由来讨论公共的议题，互言论自由的精神继续来流传。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发会统计，台湾的工作年龄人口数伫2015年达到1700万人左右的高峰了后开始减少，将维到2030年至少会减40万人。就魏江明显指出讲，找外籍人才可能偏想的更加紧急。教育部表示，最近这几年有透过评点的机制，留伫台湾食头路的交外生大概有5000个，也透过大学提供生活加课业辅导，甚至是进一步媒合实习加就业。我叫明亮，明天的明，月亮的亮。我是印度人，来自印度的首都。为印度来明亮，那中文正老，嘛是教育部111学年台湾奖学金的优秀毕业生代表，伫中山大学读国际经营管理硕士6月毕业了后，想要留伫台湾工作，往电子产业发展。如果要办工作签证，我们要打勾，所以至少的话需要70分。所以如果我觉得在台湾的话，我们会中文，我们是学士毕业。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简单的条件，我觉得应该可以留下来在台湾。英国来简单是教育部111学年华语文奖学金的毕业生，伫正大则读半年华语班，已经教育台湾多元语言，尤其是台语。伊讲回英国了后，8月要过来台湾，哪工作哪学习。一边教英文，还有我希望我可以教到一个继续念中文的机会。教育部表示，评点制度开放，予交外生透过提学位研读语言，可以留落来，留台湾的人嘛会增加。第2期高教签金计划开3.2亿，提供大学建构国际化的行政支持系统。包括在学校的时候要有生活辅导、课业辅导之外呢，我们更希望学校有一些就业的媒合，甚至提供一小部分的实习跟工读。因为民团调查，50%的外国学生无愿意留伫台湾工作，原因就是这场大部分用华语沟通。李建义是讲，目前嘛请大学提供优质华语加精进华语计划。另外，每年3月会办就业博览会，予业者加交学生面对面了解，进一步媒合。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5月19日，嘉义县体育馆举办人才活动，计共23间厂商要提供723个工作机会。其中，伫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的厂商，佮再开出1个月12万的薪水，要找无人机的软体工程师。无人机的软体工程师，哪看资料，哪来写程式，刷来搁爱去外口测试无人机。伫嘉义县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内底，有厂商要找工程师，开1个月12万的薪水，希望会当吸引想要倒来故乡做工课的人才。主要这些高端人才都是被一开始一毕业，学校毕业就被大厂抢走了，那必须要用到高薪一点的那个条件，才有办法请他回乡来就业这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19日伫嘉义县立体育场举办人才活动。23间厂商提供723个工作机会。埔子就业中心讲，嘉义县未来会成立科学园区，相关产业的人才需求会愈来愈侪。未来嘛，朝后这边吼，真侪科技厂商的加入，以后佫有迄个太保的科学园区等吼，拢会做侪厂商的回流吼。咱也希望讲，豆会当吸引到这离乡的青年哈，能够尽量的能够回家的就业。目前来说是算还不错啦，算还不错。只是说未来的话，发展应该会蛮有渴望度。
嘉义县目前当咧发展无人机的产业，相关的业者伫学校毕业进前先开始找人。业者表示，无人机的用途真宽，会当用伫军用、商业、农业、运输等等。无人机的科技嘛一直咧发展，未来真有前途。不过业者表示，因开一个月12万的薪水，实际上来应征的人并无想的遐尔济。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今年台南北门的羊棚粿销路袂歹，而且大部分咱拢讲到这羊棚粿啊，真侪人拢认为讲是甜的。即马伫北门遮有农民试种新研发的品种，食起来毋若真求心，甚至佫有淡薄仔的酸甜味。市面上即马目前抑佫无，可能佫爱等一时啊。规片农地农民当咧顺应的羊棚粿，这毋是一般的羊棚粿，食起来是酸甜啊酸甜。这个是北门农民摕竞标公司新研发的酸甜粿仔来试种，顺利修成头一批的粿寿品种。是安怎种才会好食呢？农民解说是因为台南北门甲外海土质带咸混，佮加上气候的关系。较早有走过走咸水域，所以我会去种我较无共看。这种物件会较耐寒、耐盐的，结果试起来就是伊酸甜瓜的部分，对这个盐，它会比较耐。其实农民伫咧今年就开始试种啊，头期先生种粿类的品种，大部分的人拢反应上酸，所以这摆换种改良版的粿寿品种。农民佮讲，虽然讲这种品种外形较细，不过食起来肉质真 Q， 滋味酸甜啊酸甜，大部分的人拢会使接受。酸甜瓜伊粿寿，伊就是食起来伊的口感会较 Q 心，肉质较 Q， 伊果肉内底就是有点橘。白带橘色。这个新品种农民新试种200粒尔，目前还未上市。羊棚粿是台南北门特产之一。今年因为雨水甲少的关系，产来水气控制甲拄啊好，所以甜度真悬。农民进一步表示，大家即届销路拢真好，一台斤会使卖到60到70左右。记者伫新竹台南采访报道。台湾的游泳选手王冠宏今年全台运伫男子200公尺海池球达到这巴黎奥运参赛标准。今仔日伊参加母校台师大的水上运动会，伊也表示讲目前训练状况真良好，杭州亚运的目标就是要摕到奖牌。热身有进度适应水温，王冠宏甲黄美倩头一届参加母校台湾师范大学的水上运动会，因为停办3年，今年才搁办理，搁加游泳馆全面翻修，两个人讲感觉也袂歹。也不会有一些可能漏水啊或者什么的问题，就是整体改善非常的多。那训练上或者是今天在办水运会，也应该我想都会非常的顺利。王冠宏一群报名100公尺蝶式、100公尺自由式、男女混合大队接力等真侪项目。其实我的教练的100字记录还在这里，然后好像摆了20几年还30几年，对，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蛮想去突破教练的。王冠宏伫100公尺自由式收52秒72，打破教练黄志勇1998年所创下的53秒46大会纪录。所来5万9月份的杭州亚运，对黄志勇的脚步骑上亚运颁奖台。那时候没有太大目标，然后这次其实目标就比较明确，就是希望可以拿牌。因为上次拿牌好像也是黄教练的铜牌嘛，然后我也是希望也可以达到教练的他的一个里程碑吧。2018年亚运200公尺蝶式，王冠宏以1分5863摕到第7。伊讲即马进步近4秒，希望25年后亚运会当阁摕到男子游泳的奖牌。记者综合报道。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呢，一直咧研究讲要安怎甲这骹手拢记定患者，甲因这假骹假手即寡辅具斗起了后，会当互因有感觉。目前会当互患者感受到这烧的甲冷的，而且这项技术也已经发表伫咧科学期刊啦。研究人员把感应器装伫59岁费达蒂红切掉的手骨顶缘，看伊敢会当透过刺激手神经的传导，感受到冷含烧。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长期研究切手骹的患者，伫咧装假手骹了后，敢会当使大脑相信假手骹就是因真正的身体。Adesso sento il calore, prima inizia sulla pelle, poi va dentro.Nell'arto fantasma e aiuta a scaldare questo dito e
La sensazione è ottima perché come è rilassante.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进行的研究是，互切手卡的患者伫咧装假手卡了后，会当透过虚拟实境的技术有一寡感觉。佮经过2档外的研究，即马是甲热电极放伫个假手卡的皮肤顶悬，除了会当分烧的，也是冷的，佮会当分塑胶的、玻璃含铜的，即系无共材质。 We were interested from this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 on materials, but where we want to project this in the future is into this affective sensation. We think that we could give people a better sense of embodiment of their hands, and maybe even give them the possibility to feel their loved one in a much more natural way. 费达蒂伫25当前，因为一摆意外是失去双手，伊嘛是参加这摆实验27个切手卡的人之一，嘛第一摆互这种已经无感觉的手成功感受到温度。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开发的这个新技术，则被正式发表伫科学期刊顶悬。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吉人到新竹对22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8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9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验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看动物，当时生态真丰富啦。